讲到即马万项拢咧起价，政府又搁要调电钱，各界拢真惊讲这物价又搁去起袂停。主计总处主计长朱德明是表示，假使若要去考虑到起电价部分，有搁在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会起1.85%。伫外口食的成本一直拢真悬，即摆就连挂号看医生可能也会加出钱。民众钱袋也是一直求水，加上4月份电价要起价，目前传出整体电价平均调幅度差不多10%到12%，引起外界烦恼，可能搁一摆影响物价。早起主计长朱德明伫个立院表示，若是无考虑起电价，有果今年消费物价指数是起1.85%，痛苦指数一直在飙高。物价一直在调，但是薪资没有调，那造成我本来可以买，可能面包买10个，现在可能只卖6个。基本工资每年都有调整，而且公务人员的薪水到这个8年来啊，这也调了大概11%。其实哈，伊表示疫情结束了后，通货指数有较悬，不过甲其他国家比也是真低，而且经济台电初步规划，未无差别来起价。用电大户，尤其是外销比重较大的，起幅度会较悬。有理委也指出，全国生产台积电是用电大户、大企业趁钱的情形之下，电费钱无应该由全民来付出。对超高压用电户起电费钱的机制，应该有更较进一步的规划。台积电大概是占台湾用电的8个百分点。对，的确，他们大概1年的用电大概180亿度。工业用电一样，民生用电一样，都是等于是在补贴的状况啊。他既然这么赚钱，就不应该电价再由全民来给他买单。据我了解到，那个是他们是有分那个越大的越赚钱的越不应该得到补贴啦。伊也表示，台积电真努力来省电，也俾真侪绿能。不过，确实若有真侪出口商由政府补助，员工是补助国外消费者。目前电价规划方向都是针对民生用户，小店头起较少，才有拢全面的规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